第11集柳基。伫大殿的空中现象，观音是无法度形容的。伊是一款清凉的本体，伫南海普陀山的百宝岭，形影美妙，规身躯的珠翠甲璎珞，玉体轻盈。观世音菩萨度众生的苦难，解人世艰难，光明圣妙，照耀四方。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大慈大悲南无观世音菩萨。我的好姊妹啊，你到底是安怎？倒位无爽快，有心事透袂开，都甲我讲啊，互我甲你斗打啦。妈祖想要惊我，去互庙公动起来。观音无应话，扑伫大殿的空中。本地后有烧热的庙内底，有清凉的风透出来。菩萨，菩萨，迄是阮阿嬷拜的南无观世音菩萨。菩萨，菩萨，来解救阮啦！大汤长咧看，观音的目睭豆豆啊闭开，嘴唇轻轻啊震动。救！我已经放弃啊！恁人类行入去现代，建立法律文明，有足侪政府立案的慈善组织，敢若做真侪善事，佮一项一项报互我知，互我感觉温馨。想讲，甲救苦救难的任务交互人世，毋免来操烦，准备退休，归心来修道。观音的声音平静美妙。袂当退休啦，搁爱去掠鬼王呢。大汤插话，观音无咧甲插，悠然讲伊的。想袂到啊，想袂到，迄日啊，我义勇去人世探查，全然毋是，全然毋是。恁人甲我骗，表面讲甲遐好听，讲是推广佛法，真在救人。帮助善乡人，事实上是要来骗取名声、争权夺利、偷用善款。恁人啊人，骗神欺佛，罪不可赦。为组织，为名声，为着要起气派的大楼，世界宣传募款，煞来袂记得迄个心，起心动念的心。自卑心才是上重要的，毋是遐个名声、金钱、大楼，行善救世，煞来变质，搁来欺骗暗藏。我的心肝头车薄冰，车薄冰啊！伤心的观音发出切心的光，葡萄叶的洞再次封起来，一介老村的空棚。比花间仔搁较下，下甲剩一条柳基的形。清凉小体，大树野庙搁再烧忽忽、嗷呜呜。我的好姊妹啊，这毋是啥物天大地大的代志，咱会当同齐来解决。你怎会甲家己关起来，拢无甲我参详？我伤心，我有够忝的。我要回去休困啊！妈祖回銮后殿，千里眼顺风耳和宫女对伫咧后壁，门匙转紧起来。我呢，进一步退两步，毋若观音破病，连妈祖嘛无要插啊啦！哈罗真失望。啊，无怪迄块慈悲普济变仔的笔无去啊！人若无心，笔顶头的灰就落错做灰，亲像内后点一对石，甲心覆去，迄粒心拍甲流啊啦！头至尾，大汤甲代志想我透漏。你阁有心情真热哦！观音若永远毋出来，咱就会去互鬼王烧做火炭啦！哈罗用尾去揩大汤的头。无，这声是要安怎？大汤真无奈。上尾迄声纸，
正做一只鸭仔，伫庙内面乱乱飞，乱乱飞。忽然间，去互一只手抓落来，弹伫咧涂骹面，怎的迄个声音就消失去。头前找无路，咱就回头看。甲鸭仔抓落来的大鸟先锋出声，咱就来看大鸟因过历史，看古早有拄着共款的代志无？大鸟的历史，问我就对啊啦。我是这李长伯啊咧。大鸟土地公乖仔吐咧吐咧，行来先锋面头前。你知啊，拢是一寡有空无顺的啦，无亲像我有空有顺。去庙后壁的庭园图书馆并册，读闽乡乡志。大鸟先锋甲册掀开，大声念出来。丙午年，西元1906年，大鸟发生大地震，所有的庙总倒，有妈祖经、开漳圣王庙、开台尊王庙。你读的拢是册内面的虚字，全然袂信真。我是真真正正拄着。迄天土龙起脚抓袂条，甲大鸟弄甲东倒西歪，厝倒了了。涂骹是脆湿湿的厝遐，庄仔角甲人的尸体，袂输人间地狱啦！吼，迄天啊，我救灾是救甲腰歪去。地动了后，无钱嘛无人，所以就咱即马这个所在起神庙。这搭本地是当年普渡小大事业抓新的空地啊，甲市民苦做伙，才有即马的规模。先王，你讲大地动要创啥？土地公啊，你讲过讲过头啊啦！你会记得迄年观音归心救灾，我都去收复鬼王，尾啊是派上去。大鸟先锋问：我食了头较歹，爱想起来，先来食营养食品补脑。土地公甲药罐仔饮出来，要甲挂准开，毋知是准毋着平，也是手尾无力，就是拍袂开。免食营养食品，你打头就有。先锋下海狗一个，拖通对咧打头看，看到鱼鱼的尾小飞一个，飞一个，目睭长轮，细骨了连。对啊，我就讲嘛，迄年观音无用，咱改换鱼鱼出动，用水抓过来就好啊啦。来，鱼鱼啊！紧去甲鬼王灭掉！土地公野拐仔去吐，鱼鱼闪开，身躯揪起来。你嘛拜托咧，你是要叫鱼鱼去互鬼王行做鱿鱼死是无？迄时啊是不离啊废去啊！大鸟的鱼鱼总出动，将其尾，敢若某一间庙的鱼鱼有鬼王的法，真正有救着火。先锋讲：哦，叫我改。我记甲明，迄是徛好王爷鱼鱼，上用上宝贵。土地公甲营养食品野罐罐，记迄款头壳比赛着分的模样。你是讲阿母南几啊厝迄边说，顶有四张青仔讲五神王爷徛5只好迄间庙小。拖汤问：规藏好好，无错。徛好王爷鱼鱼凭恁临时水灵车的水条，毋知大工几落千倍。先锋应：遐边宝神大帝庙加真远咧，鬼皇遐恶，是要安怎去通报讨救兵啊？拖汤问：有一段路叫乌龙崩空。土地公讲：啥货？大鸟的涂骹底有乌龙？拖汤问：是啊，崩空暗面懵，毋知影秘什么妖魔鬼怪，阮神明一步嘛毋敢踏入去。先锋的面色
学干那导游。